小心顾家。哎呀，你的母亲，曾经随心小配，随比内山金云开。你女婿渐渐多听我爹娘养老。起身报答上亲从我哎，为养老随喜无边少人哎。二姑爷是扬州首富，老爷你可这金州心都像你呀，有父有母啊。先上这玲珑山河林啊门，曾逢了飞财宝兵在人城，弟弟是亲家本是同苍云，福山有因应子心，母亲是天下风光谁不好，一样天年苦长生。轻巧教子一方，不愧是香火后台呀！这两对小夫妻呀，真讨人喜欢。哎呀，母亲，母亲，扬州的花园树丁富裕太漂亮，还是到我家来养老。对，一定到我家来。岳父，张旭是同张子领请二老到我家来。到我家来。你们不有小心，等我高老喜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是。老爷，母亲，你最喜欢我，你啥子不到我家来？女儿不依。真是把你宠坏了。母亲。哎呀，老爷，是个女孩好小心，更难得过女婿是儿亲。堂前花开有福动，空
了。你呀，禀老爷夫人，3姑爷3小姐办事来了，带来什么寿礼？也上空手。这个领养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他来做甚？哎，夫人既来拜岁，可谓自理嘛。哎，吩咐他们进来。3姑爷3小姐，老爷叫你们进来。官生起，娘子起。有不有母亲上小婿大礼拜做寿大。妍希女儿，起来，起来！怕了，怕了！谢你的母亲，你们二妃从哪里而来？这一厢家境可好啊？有母有母啊！想当年外边有去经娘子她曾先出我何时恨？白寿白寿，一上空手，趁我体。哎呀，你的母亲啊，女官生专程白寿心一程，空手而来与娘亲，女儿我夜夜牵针与凡尘，为的娘手下两双早收成，这倒是千里来把我mau送礼，破青葱
看来你们二人空腹而已，未曾用餐了。不用食了。彩云，夫人，你为他们到四房吃饭去。哎呀，夫人，夫人，这可是要开宴了，让三姑爷、三小姐一道去吧。多嘴。好吧，娘子娘好菜好饭宽待。是，三小姐、三姑爷，随我来。官人，娘子。哎呀，夫人，为何不让他们一同宴我？哎呀，算了，他们上不了开锅，来呀，仿佛只有开宴。是，只有开宴。款待，三小姐委屈你们了，不要这样说，彩云。花是同源同根，我与那姐妹嫔妃想当年，生父传奏年送海，举步女多亏叔父养几生，弟弟生我命令女，没事难忘。父孝敬，娘亲见着也应，儿婿不是外来人，你看他儿孙。
翠玉来。此生生人弟子，名叫严威，自地破房子，用地破来子，经常我肚子。可是他有所可得，照样十分快乐。我这里有你彩云照顾，身故严威10倍哟，10倍哟。姑爷真好，彩玉。这场水宴已经做好了。彩玉，你来看。哎，这是我家母亲补水的花样。哎呀，真好看！哎，三小姐，喏，这里，真好看。哎，三小姐，我来。哎呀，姐妹们快来！哎呀，快来！杨爷，什么事？去看看这个穷姑爷是什么样子。去看看。哎呦，一生男女面往其身，姑爷不想相害对你们服侍些什么？服侍什么？你管不着。你们把三姑爷当作什么样神款待？姑爷没见得多啦。哎，陈兰，你的姑爷是什么神呢？我的姑爷堂堂上世公子，长远宗子。我的姑爷见着这小孙子，杭州才知。我的姑爷也是这小孙子将来名士。我的姑爷扬州首富，有才有势。这本看马脑檀香铁叉烧，山中海味嘛切分了，拿去喂狗喂马。喂马！我们三姑爷可不像那种虚华枕头也报操。三姑爷也文好，骨气好，心肠好，死了运转必中长远。他中长远，你挖掉我也上眼睛。你给我当督，我谁当督？你看中这江花长远，叫他做小老婆好啦。你当啥？哎呀，气死我了！你这贱人，你当啥？走开！不要吵了。雅丽，我和二姐把你宠坏了，是次出言失礼，太没与规矩了。雅丽，彩云妹，你受委屈了。不，三小姐，是你们受委屈了。彩云，你们万事委屈吧。彩云，常你受了气，看你劝我把家里，不管小的心思
门外婢女吵架，婢女吵架与我无过，吵架本为吵小理，岂为了彩云又悲啼？娘子大声不及小人过，我花出水与高低，夸我不作戏，骂我不生气。文字公子，何必婢女子也便是非？官人啊，别三苦不彩礼，人多看茶要受气。三郎君不为天涯风霜苦，真不想借早出身凡离。为人并不想吉人有家，这为景阳吉神所缚。他痛恨聂松转却，决于自坚自义。等他回来，我免先自坚自己，便为暖计。官人，你来是为民是害，为我报杀父之仇，妾身无不依从。娘子，夫人。三成，请我出来。二姐夫也来了，请里面坐。里面一股穷酸气，我不愿意进去。是啊，上等之人不进下等之法。那么有什么事？我来问你，我的贴身丫头，你为什么骂她？为什么当她？你真是老副队长照样，真正岂有此理！哼！当官也要看自身面，谁管欺负小丫脸？禀赋丫头不敌见，官身见了配笑颜。看你一生穷酸气，被什么小姐家子在身先？哈哈，扬州顶八万侍女娇贵，升天仙，谁管轻易来得来？上空书房来批评，今朝带你玩卡起。我看你夫妻不得还婚前。夫人不要生气啊。二姐、继父都来娘家做客，还当以礼相待，岂能以夫欺贫？实话不讲道理，谁不讲理？谁不讲理？娘子，这众人不可理喻，何必催他？莫于这么变道，我们进去。对，我们进去。
你们一生珠光宝气，竟不是这房中穷酸之气，何必进来呀？气死我了！哎呀，气死我了！再告诉我，才去！告诉唐母娘去！哎呀，夫人，夫人！你谁捧后文？为弟弟母亲补做的寿宴，略表称喜。啊呀，母亲，这种叶子在我们扬州府中，只配接下等人穿用。哦，拿下去侍御门供夫妇。是，母亲。三成，本年你父亲穷途落魄，好以收留府中，你这官得罪贵客，还不当面赔礼？母亲，婢女草马生死，乃是儿媳妇端，请母亲问过彩云骗子。哎呀，母亲，分明言你偏心错怪。有母，小婿告辞了。宴席手下，与我作之。是，先生，你怪言我错怪，女儿没语。你怪言我偏心，女儿不过。哼，傻不配礼，偏为不孝，须想留在府中。关少卿，有母啊！夫妻一片诚心中深藏，独自为父有子恩难忘怀。与他是父儿无家贫富财，应不相拍龙扶风上门来，三称他做爷一和爷尽孝率，百弊不用有财，但等见过有面，身上苏醒言语开。穷鬼是我太傲慢也的怒，伤心泪。你们要追还走，何必再等老爷回？永世不见父孽女，从此一刀两分
你们囊中空空，正好上路。啊，对这位方许些不按照银子，再走不知。大姐，官生，真不与我商量。官生，哎呀，娘子好不无辜，怎管违抗母意，结起您俩？快走！我们万事为诺计，去吧。三姑爷，三小姐，是谁？太苦了你们。连累了姑爷小姐，往早说马说方小姐不言婢女一三去，这里边与我继续两你临别依心难诉，俩表彩云一片心。彩云妹，我正好深深于你。三小姐，你该分下了吧？
彩云苏醒眼风，请教有无？是我醉了。妈，免得傍身敌人，随我去走边门。他是不好了。杨继成回京上奔走当朝，他竟想搬到叶宋，不怕一火此生烧。老叶宋张强做事把忠心表，赢得那反贼他怒气从小。他马继承黄州奔，当听那闻下天道，也想咬牙横刺过，唐天军犯命难逃。两万横过才想得我莫等口眼心色骄怕着他难免怀风波早知连我样子情错曾老爷这块是老子好。弟弟母亲，杨正下状元节时，我们要回去了。死了！这下全到了。岳父状元年相见好，也不为臣之恋，岳父也太
快些了，你真的。儿啊，你的母大继父，你们怎么玩得快这样？岳父家越南真的也真了子。你弟弟出事几分，常言之道，夫妻之下，岂有完卵？万事快走的好。弟弟，我们万事走吧。不，岳父，岳父，岳父也许不要连累你们万事委屈吧。岳父，弟弟，走吧。可自己也长空，女儿姑姑离娘走，她难道来过西呀东？哎呀，老爷，哎呀，夫人啊，弟弟可哟，不是趁早真相喽，帮忙可叫三成女，后院外院走一喽。不孝之人盯上于我，被我灌醉了。老爷，老爷，这是三姑爷留下的书信。笑，果然是他骂我。不可小看叶龙，他说神不上户，虎别上身，劝我暗处结成此计。呀，事情来不及了，孙之下。杨继康且驾天子，我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成诬告念宋丞相，罪大弥天，本当举足前子。念杨继康并受周后精神，从宽发落，借此其协助为民，草木家产，众草进度。接旨。
情真诚心，你我两条老命，也无所有了。只好到扬州去对靠女儿女婿了。这是路途遥远，时候去的老爷夫人，孤女才艺怎么随泪受罪？如今老爷遇难，才艺理当照应，生生相随。才玉夫人。母亲来了，燕在哪里？刚才我到尚书府中，他继父到南京去了。我在厅堂门口一张，只见大姐陪着岳父岳母。我弟弟母亲什么打扮？穿着员外肤色衣衫，上下一身新。哦，看来我弟弟没遇犯罪，乃是高楼万象。哎，你为什么不请我弟弟母亲为夫？啊，哎呀，没与夫人做主，我不管呐。哎呦，你真笨！哎啊，但是我母亲便于30万私房银子，30万银子哦。30万银子不能让大姐倒腾。哦，雅莲，快吩咐被叫到尚书府去。是。哎，你去做什么？接弟弟母亲到我们丁府来。哎，哦，30万银子，哎呀，哦，你花儿妹到哪里去呀？啊，大姐夫，你从哪里哈来？我从南京刚回来，可以到家？没遇到家。啊，你没遇到家，那我到哪里去？暂时不告诉你。大姐夫，请啊，请。孩儿妹夫啊，愚兄去过南京，得知念相寻水江南，他要把杨继生的情侣，一一查问啊。那你我两家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因系愚兄当堂关键，得知念相光寿女子，你我啥时能小心念相饭量女子，便可摆种义务。千苦同生，这点小本值得花。好，这封拜人义父的书信，我马上与你退禀。大姐夫一肚子墨水，拜托拜托，你我一同到书房去，请。老爷老夫人最好。弟弟请，母亲。弟弟请坐。弟弟母亲请上座，随女儿大礼传
且帮坐谢你下。的母亲。啊，来呀，咦，你家来老夫人准备香桃墨药，跟我联络一声。是。你家来老夫人随着我房熏香点笔。是。准备叮当以后，吩咐正房烹调3张海味，请老爷夫人在后花厅设下酒宴。是。好女儿不必铺张了。是啊，自己父母又不是坏事。哎呀，老爷老夫人，还小心向你2位老人家，可得嘞爱里哒哒的。哎呀，真sad过啊！爹爹母亲啊！快叫家丁们前往上师府，把老爷夫人的香笼物件、银礼包裹，统统的搬到这里来。是。妈。弟弟，还有什么吩咐？儿郎，恢复事情也无所有了。弟弟，此话怎讲？为父下这为民超过家产，到此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佛前降龙哦？是呀，就连身上这套新衣裳，还是在上师府中你踏起为孩老换上的。禀老爷老夫人，一切都准备好了。滚！滚！上堂何故发怒啊？这般奸人不听使唤，真叫人生气。
啊，你们说说，我去谁来？夫人，老爷，夫人，你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什么？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脸色都变了。彩云，你二小姐从小就是一位儿可一位儿小的。夫人，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我去请大小姐来再做商议。彩云，彩云，慢！雅莲，你要做什么？哼！当初你这前程，仗着老夫人聪有余你，你打我一巴掌，我生气腾生。今天你东家失势了，这一巴掌我要当完。雅莲，你管？为什么不管？你，彩云，老爷，彩云爱当思想，只怕你们这里治不得了。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你们回去。彩云，夫人，看来彩云言之有理呀。儿郎，为吾服众去了，蒙你后花亭设宴，快被为吾赴宴去吧。弟弟，此事不巧了。真是不巧。你女婿生今天要了杨在这里的府上举过，在后花厅请客切举。那也无妨嘛，不在后花厅，可以另外设宴嘛。是呀，上当。自己的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可以用算。哎呀，母亲说得对，自己的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可以。雅莲，快带老爷夫人到此房去吃饭。是。两位老人家，我来了，到此房去吃饭吧。你，夫人，女儿这样消息，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老爷，来，这儿。姐妹夫姑为什么要我夜生多大爱？二妹，大姐，弟弟母亲呢？到此房吃饭去了。什么？到此房去吃饭？你老爷，冷菜冷饭也不香，也真心我搅乱吧。切莫捏饭不错。娘的妈！
谁在深处来回想，要不准告你无言到不呀！你与我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要告5年，你去告，我只要一张堂子高官呀，这里上门来敲诈，见那官司我不怕。天哪！弟弟母亲，三女孩委屈吧。不许罪！官三，好大的胆子！我欲得到我的同意，尽管谁来他们？官三，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在家从父，你可以听他；出家从父，你休得听我。不要理他们，你叫我回去。官三，快回去！
受不是黄州本，他才是奸臣没有好下场。你父亲下旨为民本有才，我啥子谁来与他遭殃？可知要百年香做义父啊！到来早比王腾他为动允许你为家去宁府。这辆可算圣旨你请了。好，娘子不用为家去。二妹，借我一用。雅莲，请我弟弟母亲去取100两银子，再加2套衣服。什么衣服？我大姐夫府中借什么新衣服，我们丁府也借什么新衣服。不用了。父神，把衣服脱下来。弟弟母亲，再叫女儿儿郎，这等不放走进，臣才走之徒的东西。为父也爹也不要啊！蔡过，我要马神，不要理他们，与我争。
曾之路，他是天能相见。儿郎，你万事抱歉，爹爹，给我走。年相亲心道行尊，许子玉相思不尽曾，请到我不藏才过要红领头。快来称呐！弟弟与三回来了。儿郎，为父不在家中，可有客人到来？弟弟，昨日傍晚，岳父岳母与彩云相伴来到这里。果算是他。哦，他还讲些什么？弟弟。不是早晨之夜把关灯，草棚家产结一门手。这困又到扬州找女婿，一个个生着作福不知许。轻松。唉，你们去快快这书信。这是大金兄与子云的书信。弟弟，与子云逢年下之命来到杭州，下士警告我，随掠财官偏为公道。你们还是叫你岳父岳母悄悄出门去吧。弟弟，又不是你董超好友结为亲家，怎能把心所真啊？好的。跪下！跪下！伯伯最好，好。哟，老对子啊，侬与普陀山回来这呀？回来了。耶！你们跪在这里做啥？母亲，弟弟回来而随了岳父岳母他发来的。母亲，弟弟要将岳父岳母送出府门。你请我不要紧，不要紧，与我，哎呀，与我，哎呀，父神啊，此事非同小可啊！哎呦，啥个大事体啦？进来，与我。
家远逃而来，本娃快去请家公请家母出来，还背对远去。是，好的。哎呦，老对子啊，跟老子杀喊我一条了！哎呀，夫人啊，你可知闭门家中手，虎从天上来？杨继康内不强自身，岂可轻易留在府中？啥？哦，请家人们不祥之身，雷他不得说出府门。哎呀呀，老爷啊，侬此番一普渡山，他不顺心贼，何以见得？良心跌落，不压根吃他贼。啊！否则你，哎呀，老爷呀，老爷说话不中听，怎么亲家不讲诚？当初是侬的同窗女，那个为官女臣。常来常往常相亲，上那个儿女配成婚，与今与你女缘分，杨家成家一家人，此今亲家早在心，千里迢迢找上门。只要神穷志不断，哎呀，往地狱操情。留下亲家我做主，侬把儿子为何应？老爷侬要仔细称，仔细称啊！切莫做弄轻薄人的事。老夫心太狠，一不错难保银虎是少谁？后可变成虎藏财，得在你下要灭门门。也许哦，请讲，请坐，请坐。想不到千里奔波，到此碰壁。哦，这真是苦涩亲家的。哎呀，老对子啊，难道没有办法可想？办法？哦，办法倒是有一个。夸死！来，亲家的大女婿以100年相公为义父，我被亲家进去找他，想想办法。不，我绝不去求那个生财作福、衣冠禽兽于此语。陈年兄，告辞了。亲家，女儿
挂牵求原谅。叫夫臣与妾与当且进退，王官。
也享受，把皆当看见，要生是非过。亲家，亲家，否则你三不两女子，这亲家做不完做。亲家你有父有母，已经死了。
姑娘谢谢。二弟，快去拿姜汤来！哎，老爷，夫人，彩云，哎呀，彩云，老爷夫人在哪里？在城隍庙，城隍庙。嫂嫂，啊，二弟。你叫他去好好照顾他，为少去谁来？哎，嫂嫂，嫂嫂，他怎么去了？
这叫我怎么办？哦，姑娘，你讲他。姑娘，请讲他。姑娘，请讲他。这，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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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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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你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姑娘，姑娘亲姑娘，放心他下这暖土堂，这里是暖京城外最家长，只为我兄长滚靠福临行，奉上命当天进长期压房，半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真经得兵血满地受风光，看足有夫人经过相救你，顾不得男女之间有他旁，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恩子，就你来与他作伴也无妨。姑娘因何落难待我讲，不要悲伤来望我，姑娘一定心寒冷，你只管披上纱裳去长。
何人还哀怨逃却在他乡云归是奸臣黑忠良，老爷下旨为民后，轻于不成，受凄凉。是个女孩不供养，随老泪落在异乡。小比起他来了，冒着寒风生气场，婚姻少妇恩公情，只怕一命父亡娘。姑娘，可请姑娘明他意，请把与老爷明心身断肠，提起老爷一命亡。他虽是富是老娘心康，杨继康乃是我嫂嫂的父亲。你嫂嫂是谁？兄长之应龙，嫂嫂杨三成。三小姐，三小姐，姑娘，我万师傅他到嫂嫂房中谢谢一位。我们到那边去哄哄。夫人，小心！夫人。小老爷，彩云堂
光为报，生为此，我万不想死你。亲生女儿她不是，争取找陪我所走的不孝人。你自行放下于何用？好像是三层，三层来了，在哪里？在哪里呀？弟弟，三层。至今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弟弟，翠屏是在我家，请弟弟母亲进去自下。母亲。二弟，快来见过我弟弟母亲。
在这时龙拜见杨家把父把母，少礼。彩云昏倒在雪地里，多亏恩公相救。多谢恩公。嫂嫂，万一稍好，请把父把母用船去吧。你的母亲请。哎。我四方擦剑刀，掌握年策的滔天锤，平也是上天最本皆万岁，落一光。
行，倒是老夫也是心急，错怪延续了。三姑爷，彩云，多亏你照顾儿来，兄长。风风雨雨山上飞，天公不会传成美。忠良少学皆应当，一希望每当先一步说背上来迟了。身着祖父的衣冠禽兽，谁是你的娘子？哎呀，娘子，是今年书上面53个字，尹熙还是杨四郎的女婿。今日一来，与娘子破镜重圆；二来拜寿有某落手大寿。后生才此喧哗，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小婿他来传吧。你外语连来见我，夫人不要理他。娘子，听我美言几句。据说被人得罪哈老，尸骨很悔，今日得来登门谢罪。谁听你的花言巧语，出去？娘子，谁是你的娘子？三姑爷、三小姐到。谢有有情，三妹夫，我见他今可悲的名声传情。大姐，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娘子，三妹夫，许你崇拜这衣冠禽兽于子云。娘子，徐子云，你的所作所为，尽力难容。来人呐！
在。将这个父亲妇女少年花痴之徒关了出去，永远不许上门。有不？关了出去，有不？陈老爷欠驾到府，有请，是有请。亲家，一起拜见有不有目？也是女儿起来，谢有不有目？拜见从远处不滚来，不可。亲家，亲家，不知亲家到来何时啊？哦，专程来为亲家拜寿的。老朽当年飘零四方，俯身受累，今日亲家他来拜寿，呀，使我好不惭愧了。亲家公，亲家母，我个老头子嘛是没面孔来拜寿，今朝啊是我硬来以来拜礼，道歉的。老朽当年委屈见到，冷待了二位亲家，多多有才，多多有才。哎嘿，看在亲家母的份上，不怪呀，不怪。是啊，你我万事要好亲家。应当要好，应当要好。请两位亲家先到花厅用茶。居民啊！哎呀，老夫人居民，做什么？我要把他也上眼睛。哎呀，老夫人居民，老夫人居民，贱人自私！啊，母亲坚壁四立，讽刺了英龙埋伏，我要把他也上眼睛。你胆管到此吵闹谁他？不，我们是向岳母大人拜寿的。谁是你的岳母？哎呀，母亲！谁是你的母亲？岳母啊，弟弟，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呀！谁是你的父亲？你与我滚！我不在，富姑女儿拜寿，为什么偏偏遭罪我？你们不生我女儿，我死也不在。哎呀，我要父爷心孝敬为父。也得现在来了，夸夸有情。红
快起来！谢你的母亲。儿啊，母亲，先生，你来看看，我与这个小人女孩生你八配。儿啊，母亲，气死我了！哎呀，气死我了！母亲，不要生气了。对，来呀，吩咐这月色夜。是这月